先开始来看最近早起的天气拢真热热，也毋过过昼因为热对流正旺，拢会落一阵的雷公雨，山区雨是搁落甲愈大。今仔嘛是会共款哦，出门爱特别注意。目前伫台湾东南东方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明仔载有可能发展成做今年第9号的风台索拉。预计在明天的白天或是在清晨之前，有机会形成今年的第9号台风苏拉。那未来它大致上移动的方向还是往南移动哦。那在菲律宾东方海面，它会持续的慢慢的增强。那由于它移动的速度缓慢，而且它移动的时间可能在这里徘徊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，所以到了下周之后，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哦。气象局表示讲，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会往南边来移动哦，有可能会个增强。按算会伫明仔载透早来乘做今年第9号的风台索拉，移动到菲律宾东方的海面的时，强度会增加。也毋过伊移动的速度是真慢，到后礼拜2才会开始接近台湾。若是风台离台湾较近，台湾的东部恒春半岛就有雨水哦，对台湾有啥影响哦？目前爱个观察。